好 ，OK。2月19，透西北风，天气乌阴。昨驶出这个港道要航往巴达维亚的西那生意人叫做边哥啦吼。迄只篷船又搁入港来遮停泊。2月23。2月22、23，风大部分对北方吹来，天气寒冷。今仔日无用你准备本季最后要送往巴达维亚的物件。2月24，风又原像以前，天气良好，因为停伫港外的便船船 Pelican 号现在已经准备好会当航行，该船预定要出航的时间也已经到了。因此，今仔日含该便船的主管来试行，以便因明仔载透早会当明仔载透早接到要送往巴达维亚的黄金甲物件了后，就会当随起定出航前往巴达维亚。今仔日西那生意人边哥的迄只篷船搁再一道驶出一个港道，航往海上，要对遐摕阮取地通行证，直接驶去北大年甲山高拉。伊无注脚吼，我毋知影山高拉是倒位。邀13只篷船对取地出航，前往西那沿海，合计坐592个人，载去345担的鹿仔肉，836担的咸鱼，111担的糖水，34担的虾仔粉，2担的鹿卡，15担的福尔摩沙的丁，22担的乌鱼子，1担的沙鱼油，19441尾的帝王鱼，36427尾的乌鱼，621担的大香木，212担的胡椒，2担木香，8担丁香，68担麝，235担苏木，413捆椒肉的丁，甲78道要家己食用的米。2月25，风甲天气又原像昨昏，早起用阮的领港船载黄金，又代表，就是一寡代表啦吼，早去港外装入去便船 Pelican 号，并且将所需要命令指令以及阮本季要送往巴达维亚最后的书信甲物件交予该船的主管，并且命令迄寡主管尽量较紧的来起定出航前往 Java。该船就伫暗时航入去海上，对取地所载去的24万外毫吨的货物，有10只篷船对福尔摩沙南边来遮入港，合计坐75个西那人，再来320担的茶，11万个6尾的帝王鱼，毋是11000个6尾的帝王鱼哦，搁40担细只的咸鱼。2月26、27、28哦，2月最后一篇，好天透北风甲西北风，有2只篷船对西那沿海来遮来靠岸，合计坐117人，载有92担的盐，8包空安布，150捆的刀管，16担的面粉，1担油，640包薰草，16罐山水酒，4捆的粗纸，甲3袋要家己食用的红米。阮对上述的2只篷船当中的一只，又搁收到南澳迄个大官的一张来批。对注脚写讲南澳迄个，伊这是南澳那大官，还是南澳那个大官？我看无伊咧写啥吼。南澳那大官吼，是指对注脚是讲就是少师中永侯陈伯吼，少师中永侯陈伯吼，南澳那大官的一张来批。已经2个金色的丝的这个卷轴吼，卷轴是要安怎讲
我看查到卷轴。荷兰文有副荷兰文是什么 ？Gold and Z de Roland 啊，金色的丝的卷轴。我来看卷轴要安怎讲？哇，无。挂轴就是写字挂伫壁迄种吼，叫做插蜡。歹势，叫做插蜡，歹势是插蜡，我阿前便条无解释吼，插蜡吼 ，CHHAT 第四声插蜡。但是这些卷轴毋是即种物件啦，毋是迄种纬度的迄种卷轴，伊是啥物呢？两个金色的丝的卷轴，就是你卷丝用的物件啦吼。纺织品你用纺织，若敢若纺织的时阵你用的迄种吼。车心是车的轴心吼，车的軸心吼，軸心。车栓、车栓、车轴的栓哈，车栓，动物就是沙河，是毋是因为沙河生做那车栓、车栓？好，九轮由軸心环向回转来。甲物件拍碎，即种器具个石轮吼，有軸心、轴心啦吼。我即马就是你查看相关的字，看有迄种有咧讲即种物件吼。连轴斜吊丝的挂轴吼，会插啦吼，连轴。即种物件其实看着，拢毋知影讲是要安怎讲吼。自细汉也无人甲咱教吼，台语也无甲咱教，咱毋知吼。所以这连轴吼，连轴吼，门拍插伫门轴的空的台幕，叫做门拍。毋是，歹势，这是啥？门拍啊！插门轴的空的台幕，插门碟的空的台幕，门叫做门拍。等下吼，这个词我看出台语，门拍。门拍连轴 ，MNG 第5声 ，PHAP 第8声，门臼啦，我咧摇啦吼。门臼就是迄个科臼，就是迄个精密用迄个箍吼。我摇是这物件，哇，门拍。大理新字书写门拍，但是无规则。大理大词典，敢若大理大词典有收即个词尔吼，其他拢无收。也会当叫做门福。好，我来查门福。门福就是门拍啦吼 ，HOK 第8声。嘛是敢若只敢大理大词典有收尔，所以因为规则甲安尼，我无解清楚到底这是毋是我咧摇迄个门臼吼。我看大理大词典的原文的小解，讲是希多拉吉克
おさしこお穴のある大気まったは還暦を差し込む穴のある大気。什么叫做大气哦？我查一下日文啦吼，应该是直接对日文摕来用，拢无过事。日文大气台木啦吼，大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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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无即个词哦，日语无即个词哦。应该有，但是即马日文词典查无即个大气。大气，我用汉字看卖啊，大气，哇，真正无。但是用即个台用简化字来测才对。嘛毋是简化字啦，伊就较简单写迄个啦。哦，简单写即个话，台气，伊的规则两个，一个是 stuck in grafting。The orchard is grafted an apple root stock。另外一个是 wood used as a platform or base。哦，所以无毋对，就是我拄仔讲的，迄就是你门迄个门柱吼，迄支若敢若一支长长的即个门柱，即支圆箍啊吼，下底迄个门鞘吼，叫做日语叫做台基吼，语吼台语伊是有落音的台语。Would used as a platform or base。etc. 吼，即个叫台语，啊，伫台语叫做门拍，或者是门福吼。哦，我嘛是今仔才学着吼，门拍。过来是另外一个词叫做门顶照，门顶区，就是门顶面顶的区，下底叫门拍。顶头叫做门顶区，吼，好，活眼，生特心等等活动黄色的设备，活眼，火焰，吼，机械等等咧活动的设备，吼，活眼，或者是线，吼，扇子的特心等等咧活动。黄色的迄个设备吼，叫做活眼，转轴啦吼，旋转轴中迄个活眼，特心轴心，线眼扇眼开线的特心叫做线眼，就是你的迄种折叠扇吼，迄种线有开线吼。迄个折叠迄个轴心吼，特心嘛叫做梢，离我如梢迄个梢，我即马一直要找迄个轴的讲法啦吼，就是为什么会哦卷轴嘛吼，拄则咱伫光碟，当然我会当空书笔直接读光碟吼，伊个碟是第八声光碟，但是拢无看到呢。
地头特心，尊大的德，尊大的德叫做大头，大头就是尊大的德，舵头啦哈。好，到这差不多。吊碟藏式种植的时所使用的挂碟，叫做吊碟。OK， 我一直咧想的就是迄个，我连华语都我袂晓讲，就是你厝的迄个丝线吼，尤其是针线吼，车仔你用的迄个线。伊拢绑伫咧一个木轴心顶头，迄个物件我咧想讲，即个物件到底安怎叫？可能叫特心吧，我嘛毋知要安怎叫吼。伊伫这只厝头到尾无解释着。我即马要讲的就是，即马伫咧日志遮所写的卷轴，两个金色的丝的卷轴，就是即个丝的光碟，应该就是你讲即种物件吼，就是你厝的迄种针线，有的是线。尤其是车就是缝纫机要用的迄种一个卷轴，顶头绑一寡线，绑伫顶头无？迄个物件，我一直咧想，我自细汉看到大汉，即物件到底叫啥物件？我从来捌听人讲过吼。光碟吼，你若要照孔子爸读这个卷轴，就是光碟。好，转来日志遮吼。阮对上孙两只芳船当中的一只，又搁收到南澳迄个大罐的来批，并且两个金色的丝的光碟，两个云所做的门花，螃蟹哦，伊直接写 crab 吼，两个云做的门花，人讲门花，我知影有人讲毛蟹款吼，含两只石雕的山雀吼，山雀是种鸟啦，山雀吼。用石去刻的这个山雀吼，用来表示伊要含阮建立坚定不渝的友谊吼，就是这个单爸吼送这物件来，互来人要含因算建立友谊啦吼。并且要回报阮做军所赠送互伊的物件的礼物吼，就是写批转来回报啦，讲有收到，意思就是有收到吼。送伊啥物呢？送一区荷兰的千里镜望远镜吼，千里镜含一捆各1/8的即个精美的虎片吼，送伊这两项物件。好，二个结束。拄则你查迄个书哦，查看遮侪物件吼。当然，你先煞学一下，啥物叫做门拍，啥物叫做门顶区吼，啥物叫做特心吼，啥物叫做光碟吼。所以即个轴心国要安怎讲？特心国吼，你直接孔子爸直接安尼读吼。所有的语言拢是安尼学来吼，尤其是爱重复，搁再重复的时阵，你一个词搁较困难，你重复久你就会晓吼。这是我最近我嘛袂记对看啦，就是有一个某伊人伊的心得，伊讲伊最近伊讲伊学一个语言，可能学英语，忽然间掌握起来吼，就是人家教的吼。你就是一直重复，一句搁较困难的词，互你讲20遍，重复200遍，你绝对个到尾就一定会熟啊吼。啊，就是为虾米我定直重复，就是久你就会晓。我今仔日伫遮读日志，足侪物件我已经读可能几百遍啦吼。尤其是你记小迄物件内底所讲的物件，读几百遍啦吼。好，3个初一、初二、初三、初四、初五吼，风向多变，又搁落雨的天气。即几工伫咧赤坎的公司的定院内底，无用咧准备要举行福尔摩沙地方会议吼，又搁要开会啊吼。
是地方会议将分别伫本个月7号、3月初7甲10号来举行，所以咱3个月还佫读遮久啊。有4只帆船对西南沿海来遮入港，合计做160个查甫、162个查甫甲1个查某，再来176罐的山水酒，59捆的粗纸，183包薰草，149担盐，934袋米，40袋空安布，8袋西凉，1担茶米，甲5000捆的金线。然后一只帆船对片湖来遮入港，坐21个查甫甲1个查某，再有13只牛，14只猪，然后下面的6只船只，对此地出航前往几个所在，合计做37个西南人，就是4只帆船航往佛罗摩萨的南方，再有80担盐，30包薰草，3罐阿酒甲17袋家己要食用的米，一只帆船航往Torrinap 就是鹿港，再有100担盐，200包薰草，40袋空安布，40件，40领即个日本的长袍，4罐的阿拉酒，甲10袋家己要食用的米。有一只帆船航往洱林，只敢若载地层门，要去遐载北上的货物。3月初6。透北方真淡的天气，早起派一支军队，约莫100个士兵，公司的军队啦，去普罗宾西亚、普罗宾加城，热兰加城普罗宾加城。普罗宾西亚就是赤坎佬啦，讲赤坎讲惯势啊，其实是荷兰人是叫做普罗宾西亚，所以伊进前翻译拢直接写赤坎，对啊，为什么伊会翻译赤坎呢？普罗宾西亚是起迄座城叫做普罗宾西亚城，后来是人都直接叫汉人叫伊赤坎佬，有可能赤坎是迄个所在的名啦，但是迄座城叫做普罗宾西亚，建筑物叫做普罗宾西亚，好，早起派一支军队，公司的军队100个士兵去赤坎楼遐啦，普罗宾西亚，要伫个明仔载举行的北区地方会议来以示特殊，并且要展现威望甲尊贵。其实伊进前讲，迄甲位啊地名要改叫做 Horn，H-O-O-R-N 嘛，我嘛毋知怎即嘛拢无用着有，但是讲起田的时阵，就是有用着讲迄甲位啊田拢叫 Horn， 迄甲位啊田有4只帆船对遮出航前往佛罗摩萨南方，载22个西南人，载去91担盐、37袋米、甲5罐阿拉酒。5后偌久。长官、该党议员、所有下设商务员、甲助理以及其他荷兰人航往普罗宾西亚，以便明仔载透早会当准时来开始会议，而且呢会当避免因为明仔载起万一若天气歹来阻碍航往对岸到迄边的时阵，看见有真侪佛罗摩萨的长老已经来遮咯，要来出席明仔载要举行的地方会议。因为提早来，但是离开拢是讲因离开的时阵拢透暝，对啊，拢透暝转去好，3月7号开始啊，地方会议又搁要搁落长啊。我看觅即道是安怎长？感觉起来即道无遐长哦，人事命令无遮侪哦，这读起来较袂遐硬斗。好，来3月初7，早起和早暗，无定今仔日咧读了。早起和早暗相像是一直落雨的天气较早因提早来约落天光以前半点钟长官由议员和牧师
Antonius Hambrook 吼，即个 Hambrook 牧师故意爱以後絕對會讀到一段伊的故事。我毋知影即只會寫，應該會寫啦吼。一段伊的故事吼，互人足感動吼。好，咱繼續看吼。場館由議員甲即個牧師 Hambrook 含即個 Cornelis Kopsma 以及規個生意人陪同吼，陪即個場館。伫咧赤坎，就是 Provincia 的公司的厝吼。伫明清三鄉，然後對即個城堡以及即個城堡，就是應該是講日蘭了城吼，以及Utrecht 碉堡和海堡各鳴炮三響了後，就是即邊明清大三響，砰砰砰，對面的城堡就拍炮三響，嘣嘣嘣安尼吼。佮另外一個碉堡，佮一個海堡，所以可能是三位個人拍一炮的款，我嘛毋知是啥物意思吼。反正就是安尼儀式吼，按照歷年的慣例，含迄個福羅摩沙人握手表示歡迎，所有的村社的長老攏按照特殊佇咧庭院內底的桌仔遐入座，以後。場館閣下和陪同伊的人，以及大會秘書，攏先後進入上述的庭院內底。庭院裡的即個秘書吼，秘書應該啦，秘書台語無即種講法的吼。庭院內底秘書的厝裡的會客室內底開始咧講話吼。我查一下秘書，即個書當然是讀做書，應該是書啦吼。我看覓，讀做書吼。大數、小數吼，這是24迄個。節氣24應該叫節氣吧？哦，等下查者。大暑、小暑、暑氣吼，燒熱的意思吼，夏天的熱吼，夏天的熱就是暑。啊，節氣台語要安怎講？節氣，是文言詞，叫做就是直接讀節氣吼，時節氣候吼，等於是節季或者是做季吼。好，就是安尼吼。避暑放學年的會客室，吼，就是拄則講的迄個場館啦，和陪同伊的人啦，和大會秘書先後進入去個庭院內底。庭院內底有一間厝吼，厝裡的即個迄個厝是用來避暑用的吼。厝裡有會客室，佇遐開始講話，先由場館荷蘭人翻譯員來講話，然後再個由即個翻譯員，按照次序用新港語、荷蘭語、卡馬捷語，卡馬捷毋知啥物語言吼，和山區的語言來原住民來翻譯吼。你看吼，比如講場館講一段話，或者是講一句話了後，就隨一兩三四。即種4種語言吼，共款即句話講4遍就對啦吼。翻譯互在地原住民來聽吼。這就是多元語言社會溝通的方式、開會的方式吼。你感覺足麻煩啊，但是
就是变成每一种语言拢有伊的地位吼，大家拢平等的嘛吼。这遮简单的代志吼，结果伫个中华民国的立法院竟然做袂到。之前迄个叫做啥物？我煞袂记3Q 迄个啥物啊？吼，迄个3Q，伊毋是伫个立法院内底含迄个国防部部长起冤家我。我当我是无看电视啦，但是我袂记我可能伫网络顶看。我想讲，即嘛伤罕过，你家己共党诶，结果恁家己瞧袂好势。即种代志400年前荷兰人做会到，结果你今仔中华民国，迄足简单诶，即嘛佫有啥物迄个同步翻译诶迄个耳机啊，较通挂。敢讲连即种经费啥物拢安排无好势，你讲你要舞啥物多元文化？我听你放屁，你根本完全做袂到吼。好，歹势，忽然间讲到遐去。好，咱继续讲吼。宣讲下列的各项要点：第一，衷心欢迎因全体应允的条款来处出席，并且感谢因这一年来伫咧因的公职上良好的服务。第二，现在调集这第8次地方会议。为着是要搁再来因来提示，或者是变更规个项目，借以来就是即道开会啦吼，就是甲因叫来，即只就是要甲因宣布规项代志吼，借以促进全岛的富裕繁荣，增进大家的安宁和平。因此，每一个人拢必须要专心聆听，才会当明白要命令因的全部的事项，并且伫咧适时适地来甲伊实践出来。我拄则讲，迄个3Q含迄个国防部部长，照理是应该爱伫咧立法院建立一个足好的模范，讲我要安怎来用双语来质询、来答询，迄足简单的代志。我为啥物讲足简单？我较早伫教会时阵看，伫美国遮教会，今仔日若讲有伊听无台语的来，阮随传迄个翻译同步翻译耳机啊，当然有一个人同步就是牧师你讲道的时阵下底着另外一个人着同步着甲翻做要翻做听有诶可能是英语，可能是华语，互对方听安尼。我知影讲心理，毋过迄个时阵，人迄位毋是民进党变做讲若无即个案，讲我着爱配合，因为伊是反党的。后来就是咱做长久吼，拢是讲，你讲中文吼有即个腔吼，会互人笑。即马变做咱台湾人的心理，就是讲，我若袂晓做语言吼，会真见笑。变做因着不爱信，就讲迄大家夫妇的拢讲中国话，因为大家拢会晓。变做多元其实是有障碍的，无人要信讲我台语无好，做这样做去。我台语无好，嘛会使爱台湾。变做伊台语无好是做爱摕出来讲，而且是做好的代志。因为咱长期就是讲，我若讲多元的语言讲别人会讲无遐好。因为你再互人笑讲你是啥物台湾国语这种伤，其实有伤伫内底，咱拢着伤，毋过咱家己拢毋知。我继续我看。第三年你讲我知啦吼，伤是大家拢有啦吼。即嘛就是讲，你伫咧立法院，这是一个中央全国大家咧看的所在，你做一个好模范嘛。就算今仔日你华语你拢听有，就算讲你台语你拢听有，我今仔就是超工要表演互你看，一个讲台语，一个讲华语，我有法度通质询，你有法度通答询。阮靠迄个耳机啊，同步翻译。你若讲无法度同步翻译，无咱的嘛，咱一个人徛伫边仔翻译互你听嘛，就咱敢若即嘛，你拄则咱看即个互人地方会议4种语言都伊是讲3区语言，所以我算算4种啊，我毋知3区语言到底几种4种语言，一句话翻4遍，一遍一遍来，大家拢听有。
啊，即种代志讲伫立法院做袂到。因为病单的问题，迄个时阵荷兰大家拢知影家己是病单，啊，毋过伫立法院讲，啊，搁爱一个人徛伫边仔讲互我听，安尼我就闹气，为安怎安尼？因为中文确实上大的，啊，其他人是细汉的，哪会使互我伫遐听细汉的番？我知影你的意思啦。我知影，我即晚要讲的是，今仔日若是国民党咧执政，即种代志发生根本就是正常的代志，因为在因看来，因华语是悬过一切其他语言。但是你今仔民进党执政啊，你有啥物理由讲你做袂到？就算你讲今仔国防部长讲歹势，我台语无好。袂要紧，你无好做，你听无？我徛一个边仔，我甲你安排一个翻译，伫边仔一句去翻译互你听。你别莫甲我讲你听无，还是讲你无迄个耐心，你着爱乖乖甲边仔徛咱遐一句甲我听入去。啊！你文化部长你爱出来做这代志啊！你甲这代志甲安排好势，讲我就是要安尼，我要互恁表演互大家看啦，就是安尼尔，我要互恁表演互大家看。啊，结果呢？结果是当咱表演笑骂，我好好代志会当好好表演互大家看，结果当咱叫表演笑，就等于甲上失败的一面表演互大家看，有够喊苦的。安意思就是讲，以后你无可能做会到啦。好啦，我讲啊，真正起屁面，我讲伊这代志，我规巴都好。竟然即种表演就表演袂，你国防部部长也无毋对。你是啥物外省子弟？你听无？迄拢袂要紧，但是民进党你要做一个好，你要趁一下，迄著是应该挑工安排，就是今仔日我就是要安排即所，大家全国来看讲，恁今仔日无共语言，拢有法度伫咧即个岛上来生存，拢有法度伫咧上悬的机关，伫咧全国人的面头前，用共款的语言，啊无用无共款的语言来互相沟通。你今仔需要翻译的时候，我就甲你排翻译。啊，连你中央连这个经费都无吗？连这个人都找无吗？无可能啊！今仔你做袂到，你要求讲，迄个国校还是某咪庄头、某咪乡村，你做即种代志，伊敢做会出来？你都无表演互看，伊哪会晓？唉，我无爱讲啦，即种代志，即种。啊，所以民进党执政失败伫，连即种代志都做袂好。啊，你甲我讲啊遮好听，啥物语言平等法，你平等到倒位去？你连这都做袂到。好啦，咱继续读啦吼。我真正是讲这拄规巴度好，伫遮发出来吼。无我代志啦，讲实在无我代志。好，继续咱第3点。无啊，这真重要啊。咱去甲反映，这真重要。真重要啊！就是代表伊，其实吼，代表伊本身伊嘛爱负责任。我讲，我今仔日毋是要骂人吼，但是就是讲，你代表伊要表演，你着好好甲国防部部长讲歹势吼。我今仔日就是要趁一个机会表演，互全国人来看。所以你一定听无？我一定会我已经安排好啊。有一个人会徛起来，一句话，我。台语讲一句，伊就华语讲一句，互你听。不管你听我听无，我拢每一句拢要翻译互你听。嘛，你要较耐心哦。咱今仔日，咱共你民进党你执政，咱就是爱做会到。咱表演互全国看。啊，我毋是干那讲代表伊有问题呢。啊，你国防部部长你嘛有问题啊？你啊，当然迄种问题咱就免讲啊，拄则3年讲足多啊。即寡人认为讲，全世界拢听，拢在听我华语，为什么我着爱踮遐表演去出互恁大家看？踮遐吞口你放屁，即看袂起的嘛，宁愿你吞口你放屁。啊，你大家拢在遐讲华语，为什么你着爱来补即出？因着是迄种心态嘛。讲你今仔国民党执政，绝对是即种心态。啊，你民进党执政，你无法度做甲互大家理解讲，应该爱安尼才是正确的。结果呢，两个人踮遐起笑吗？啊，表现全世界讲，互全台湾知影讲，无可能做袂到。吼，以后拢大家拢讲华语，莫踮遐起，大家来起屁面，大家拢听有嘛？好啦，
第三点，现在阮要计划要定来，就互我平静一下。我啉一下水，要开讲做你开讲，袂要紧；要骂做你骂袂要紧。好，我知影关讲的，我是感觉会使原谅一寡过去的状况，但是我感觉有当阵就是时机来的时阵，我感觉即阵就真因为进前迄足侪因去宣讲的时阵嘛。大家应该有看到，宣讲的时阵，你看到足侪部长因拢是用真好听的台语来讲话，我感觉安尼，我会使期待即件代志。所以讲，以前可能搁较侪人是无相信，但是即摆应该是有在改变。我过去在想，过去足侪人因为过去的亲像啥物讲的，可能都也是妈咪讲的，拢我表达无好，就是讲小可拢有一个影响伫头壳内底，就是我就常常会感觉拢伤过悲观啊，较早是安尼嘛，但是时代一直在变啊，大家民意，咱亲像即马在百变，大家拢在进步，拢有看到就是无正常的代志，会开始出来，而且佫有开始出来讲话来表达意见。这是转变的过程，所以我相信就是即间袂伤远，就紧就会来，就是大家加去欢迎吼，因为因即摆进动来，民进党伊嘛是有在转变，伊知影讲，因即摆是足认真，就是知影讲民意的重要吧，就欢迎拢会参考即摆的要怎么讲？我幕僚的那种，就反正就是，对，讲就侪经验来收集这意见，佫有即个时间点的变化，所以讲，就是我相信会使，当咱的讨论这个时阵就真好啊，而且咱会使搁较侪动作来去做一寡代志，安尼。我听讲，即马即个大罢免的宣传吼，因有时啊伫台顶，因会着台语、华语拢会掺咧讲，难咧讲啊是安怎？因为我无看电视，我毋知影实际上是安怎进行啦。但是听讲，有足侪人伫即当阵，伊会知影讲啊，台语用台语来做即个宣传的重要性，安尼。是啊，那我是感觉，就是所以讲，我拢在观察，可能我的性格习惯吧，我拢会观察遮媒体顶悬遮的，就是小可职业病安尼，我就是都盯着看。啊，所以讲我有一直有观察遮的变化。啊，拄则天秀嘛讲，咱总统用台湾话来公开讲话愈来愈侪，无毋对啊！啊，伊其实拢伫足侪人，就是因为伊拢会安尼做啊，安尼累积出来，就会因为透过媒体本来就足恶质的，伊本来就会使教伊想要互大家看的，每一代拢是足偏的，无啥物什么中立的迄款的啊，咱拢知影吧？应该拢知影啊，媒体来讲的，所以讲咱。就是因为即阵就是媒体足侪嘛，咱的选题足侪，而且咱今年拢足新关系在网络顶悬查找资料，足侪直播也是啥拢会使看，这一定在变化，所以讲一定会甲较早无共，嘿，一定会有改变。我是足有信心的，嘿，就是有时候就是你累积到一个时间会突然大爆发安尼，就因为就是足侪代志吼，本来大家拢真自私，就是大家也是讲大家个人的个性，也是家己生活中所拄着的，可能就安尼一点。但是你看即届的罢免，足侪妈妈拢出来是安怎？因过去拢无咧投票嘛，啊，因为迄是受限制，就是讲因妈妈要照顾囡仔，还是啥？要环境互因离开社会，离开办公室，伊敢若是会使伫厝内面无因囡仔的代志，所以专心一直会照顾囡仔遮的代志嘛，是伫学做妈妈。但是
后来就是讲哦，原来这嘛会使结合着迄生活，即一寡政策先预算遐的一寡代志，拢影响着囡仔的未来。啊，对这妈妈来讲，因着就是集体因着想要出来表达意见。咱看到这个数字，这届罢免第二届，这罢免的数字真好，就是因为足侪妈妈只是一个群组，阁有足侪类似即款的，所以讲足侪，我是观察到足侪人已经拢有即个安怎讲？即个意识。而且结合行动，我是讲为这个代志，就是一个开始。你这会变做习惯，后来就会愈来愈侪类似即款的，我是安尼看，就是类似即款的，咱大家会变做，咱台湾人会变做，就是怎么讲反转，就是这个时间点就是开始去变化。安尼，哎呀，表达无好，了解。这用阿强啊一句话叫做量变产生质变，就是讲今仔日你达变化，但是你一开始因为量少，所以你无感觉。等到一天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阵，规个即个质就改变啦吼，规个即个社会迄种个性质，都拢会无共去吼。OK。民进党是因为有对着即个卡无，即两届总统来讲，因就因为进前迄个李登辉先生的时阵，后来因有做一个检讨，啊到即几冬的时阵，真正有较明显，就是讲有结合民意嘛，因为这真复杂嘛，因为少年的嘛，开始一直大汉，怎么讲？就是讲爱时间，但是咱就是咱相有意识的人，咱才爱台湾的人，咱会使有嘛是共款会使，互家己搁较侪行动。我会记得以前2当前，甲妈咪讲迄。参像教育部有一寡啥物，我感觉那利用安尼啥物啊，我讲我要写批去讲，妈问迄当阵嘛是较悲观的，讲啊这用毋是悲观，就是讲较以前的人，以前前的经验，就是讲迄款看啥物公务人员，也是讲政府机关的根本就无要插你啊安尼。我讲这毋是重点，重点是你爱去做这件代志。咱家己爱去做，嘿啊。时间无共嘛，迄过去时代甲即嘛无共，结果伊就会来信回一个，啊，但是嘛是有人会比方讲，伊是回你一个安尼罐头的迄款的，你可能安尼也无意无事，毋是我讲的。第一点是你爱愿意去出声，你爱去做。若是亲像我安尼，足侪人去做，就是民意嘛，恁就必须爱参考入去，因为即嘛毋是过去迄个时代，毋是戒严迄个时代已经行到大，所以讲后来是安怎？伊迄当初我写了，啊，结果阁有一寡反应，结果就是迄教育部迄新办迄个师大遐主管就甲我直接来联络，我嘛甲因讲，你看就是安尼，就是爱有忙，而且就是在变，咱嘛爱真细腻来观察，就是一直在去变化。若是大家拢是安尼的精神来做，迄个速度会，即真有效率，大家就是迄个速度会真紧，安尼互伊。了解，我会晓的人爱坚持，啊，安尼坚持的时阵，别人有样看样，才会当来学安尼吼。多谢观众的甲我，对啊，是啊。嘿啊，是。啊，若无坚持，其他的人就想啊，连你遮贤的人，连你遮会晓的人，你就无坚持啊！啊，阮凭啥物？阮嘛无迄个气力，通阁继续来做落去吼，会变成安尼，啊，就变成是恶性的循环吼。好，时事啦吼，迄个新闻个只，即码是大罢免吼，罢免的是伫。8字吼是第7声啊，读8吼啊，但是变调啊，读做变
变调变第三声罢免吼。我有啊，有啦，那迄芭比拄则你拢读着啦吼，罢免。比如讲，嘿，我拄则看监字典吼，有类似什物罢宴、罢期吼、罢学就是罢课啦吼，华语罢学吼，罢学就是罢课啦，罢学，啊个啦，就是这啦吼。我拄则咧想讲，我进前有一工我有想着讲，其实我足想要来和马云来开一个讲。讲台语新闻的一个节目，就是讲，咱两个来对谈安尼吼。比如讲，我一人念一段新闻，我念煞换你念。当然，毋是干那念尔吼，就是讲念煞会当开讲一下吼。但是我和马云的我和马云的时间袂拄好啦。你若真正要开即个节目，一定是爱拜六礼拜才有法度，两个拢有时间的时阵再来开。比如讲1点钟来，就是台语讲万行书啦，真正就是台语讲万行书。无定含天乡遐嘛会使哦，台语讲万行书吼。即个时间就是敢若读新闻开讲新闻吼。当然咱手头摕到的拢是华语新闻，当然家己想办法翻做台语，现场爱翻啦。所以今仔日这台语无到一个程度是做袂到吼，伊绝对是读到哩哩啦啦吼。然后到一个程度才我都随翻译会出来安尼。我一直咧想讲会当来，嘿，来，芭比你讲。带你就怎么讲？他们后来隔就是卡一个礼拜，就是以前嘛是有一寡朋友，写是另外一寡朋友，因就是来做一件代志，就鼓励大家就是准备台语的，准备新闻，但是咱地方间是来读台语的新闻来做分享安尼。就是有一个代志，我听过啦，但是伊是时间是台湾时间的礼拜日早起吧，10点啊，对。但是阿关，你想的迄款是较趣味吧？因为恁是我想的是，你将读内底物件分享互咱知。我想的是讲，我的目的是其实是台语教学，台语讲万行书，其实是台语教学，迄真正是为着教台语来开的，毋是为着要了解时事，毋是要了解新闻。要了解新闻，你家己去看 Google News， 你去看电视拍开，你要看什么新闻，绝对比阮讲的搁较侪。但是我开即个节目的目的，毋是要互你新闻，是要互你台语尔。但是所以我一定爱像马云安尼有法度。而且有用心要教台语的，有用心要教台语的，安尼再来讲新闻安尼。你再和马云问看有兴趣无？或者是天雄遐看有兴趣，但是时间爱拄啊好啦，爱和我歹势啦，爱和我配合吼。你袂当讲你我咧上班时间要来开讲咧，无可能做袂到啦，我是无可能的代志。但我退休会使啦，退休的时候再来。会使得到足多，因为恁是台语拢讲了足好诶，就是咱听诶时阵，就是会使学着足多。其实毋是要表现好，毋是讲表现我家己台语讲了好，是为着要我家己嘛要练习吼。其实绝对是我来伫咧即个过程当中，我家己会当学足多吼。我即满若譬如讲我新闻拍开，我即满现开吼。可能足侪事，我一时我嘛真正烦，尤其是比如讲我讲 Intel 先进封装微唱角，后壁我就袂晓吼，后壁一寡公司名我就讲袂出来吼，因为我这变成讲迄当阵我和马云就讲，马云小等下来，咱来现一个代理大词典，咱来现一个监字典，看即个汉字要安怎读，要安怎讲，你有啥物讲法无？你有啥物翻译？等于讲，即篇新闻可能就会当互阮补1点钟啊吼。当然目的是要学着台语吼。希望有即个机会啦吼。你再和马云讲者，咱今仔就无爱搁读啊吼。我看下时间已经超过时间啦。即个地方会议咱明仔载再继续读啦吼。我今仔才读到第2条尔吼，伊公布第几条？伊头前公布4条吼。
咱明仔载再继续读吼，明仔载后礼拜吼，哇，我后礼拜足无闲，好，袂要紧啦，我真正若无法度读的，甲恁讲应该是会使啦，读书读的吼。你才甲我讲你的时间啊？嘿，若无法度读，我会先甲恁通知啦，讲我，因为我著开始要准备物件，要转台湾吼。OK。今日读到遮吼，歹势我心内规巴肚好，想到即代志，我则规巴肚好，真正是规巴肚好。我当时看着就规巴肚好啊。是，咱拢知影，咱拢明白遮个心情，对啊。但是即马就是去，其实我规巴肚好，毋是规巴肚好，毋是对华语的迄种怨愤吼，迄华语迄个啊。我即马是规巴肚好，是对民进党种即种无用心的即种态度，拜托，先国汉国。嘿啊，你是你讲啥物语言平等化？你是到底做到什么程度？你立一个话头，大家好看，踩伫个遐，拼伫个即个劳工顶，无人摕出来你做，是要安怎平等？好啦，到遮。下礼拜继续读吼，拜拜，大家。关房。